昨暗7点左右呢，这东部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有翕到一段影像，有一道光线出现伫咧半天顶，民众开始乱摇啊。但管处表示讲，经过航班比对，是对香港飞来到花莲直飞飞行机。 画面内面出现一个光点，一开始无遐尼光，后壁是愈来愈光，佮出现地站停止，也是一个啊光，一个啊暗，甚至海面佮出现倒影。这段画面是出现伫个东部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集时影像，一出现就引起民众的讨论。实在是太奇妙的东西，那几秒而已，然后几秒就不见了，它很大的一个物体。 根据即时影像显示讲，时间是19暗时7点左右。迄间空勤总队和空军拢无勤务，嘛无暗时巡逻的任务。那边专家对画面来研判讲，这敢若无像一般的飞行器。因为我们旁边看到也有月亮的那个倒影，什么都很清楚。那像这样的情况下，在海面上那么低开这种灯。 是，除非它有很特殊的需求。那边专家讲，对光度和发光体伊本身的光度来看，敢是飞行器还是军舰，搁要进一步来确认。飞行系学者是认为讲，即时影上镜头的位是拄好对着花莲的大石片海峡，嘛确实是伫个机场的29场航路顶悬，推测是当在进场的飞行机降落的时阵，光度是正对着即时影像的镜头。那实际上，在这个明亮的光点的左右两侧。 隐约都有一些阴影，所以看起来应该是正常的飞机，白光非常的亮，很显著的情况下，那再加上整个背景的因素，所以这个俗称的左红右绿，基本上在这边就会容易被掩盖掉。 那这次的画面，其实后来也有人帮我们查到，原来是那个香港到花莲的那个直航的班机，它刚好在那个花莲外海的地方刚好转弯嘛。当管处表示讲，当地本来就是民航机和军机进场的区域，经过比对，迄当阵的航班，确认迄当阵都是隔空进场的飞行机当地降落，因为机北的信标灯和即时影像的镜头翕到，才会出现这个画面，嘛，互民众有遮尔济的想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